这叫什么名字？弥勒入法，他就是三恶道，三恶道来修道，然后修得很苦，修到全身体吃迄个野菜，吃到拢变青色，辛苦红青。然后这个众生看到他，无你是人还是鬼啊？你讲我是人啊，他都无想，没有得吃啊，修的就是很苦啊，修很苦的那一种成那个弥勒如法，所以他呢自己讲说我是三恶道来转世的，因为有人因为我都修我身份一定是有分分啦，一定累世啊拢修来成就，伊讲不是，不是，他开始的时候还杀了很多人，所以有没有看那个弥勒如法的传记？因为以前在那个台北车站有那个三松，然后谁一看到那个弥勒如法的那个专家，竟然是大牌，我拢感冒，上手心看，我说这个很值得看，为什么？会激励我们那种修道的那个信心啊。人家那么苦都在修了，我们这么舒服怎么不修？所以就把它返回来。后来再去无啊，然后不等。所以假如说有那机缘，他可以看一看。他是以那个小说的